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讲到台湾的戏剧，大部分人可能睇得记得的，可能都系外地的歌仔戏，还有外地的京剧。因为啊吼，其歌仔戏我哋睇嘅人都提講用理法，係以前我哋太太細細全部都會看嘅，全部都啲嘅一啲有名嘅人物。嗰時因為有呀有名嘅人物，變成我哋歌仔戲，變成我哋睇嘅人嘅啲。聽到我哋大部分人講係我哋講評劇、京戲吼戲劇。但是一部分地方其實他個人唔啲講，戲劇一部分其實同人哋嘅歌仔戲、同人哋京戲其實係一定係台灣傳統戲劇地方，佢從一位3種無同樣嘅人嘅戲劇類別。我哋今日有聽到喺我哋台灣戲劇團嘅團長彭奮智彭團長來到我哋現場，而家同人講台灣嘅戲劇嘅發展係有一個過程一樣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彭團長來到現場，歡迎彭團長。主持人，韓國你福起來朋友大家好，我係台灣戲劇團團長彭奮智。彭團長吼，就從到我哋一開始會講一講，我哋一般嘅人大部分吼，以前都譬如講歌仔戲吼，他個人都會熟吼，啊，都還有我哋啲京劇，吼，因為我哋以前下次從到會看到你京劇嘅一啲轉播嘛。但是講到戲劇，其實廣東人可能冇唔點樣講到戲劇，嚇冇得講有咩創嘅方法。你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一下講，戲劇係哪一片嘅戲劇，然後以前用嚟到台灣嘅。戲劇哦，佢算起來，佢算作是大陸嘅河南啦吼，佢嘅發源地發源就河南。如而家粵嘛嚇。粵咪哦，啊，不過佢來到台灣啦吼，到了下算起來來到台灣已經有67年了，67年啦。哦，啊，佢嘅豫劇呢啲東西哦，佢老京劇無共用嘅就講地杯樂器啦吼，韓國嘅唱功啦呢條。有略嘅無共用啦，啊，啲無共用時，就韓國來就講，因為佢到台灣家佢早期，佢就都嘅算起來就係軍方嘅咩，哦，啊就85年哦，就過後就回到因為教育部，啊97年就回到文化部，佢嘅轉換過程啊，太厲害了。我相信我哋啲觀眾朋友，嗰種差唔多3-4-5年前咧，觀眾朋友睇到地講，初到我哋咧彭團長又講到啲佢從業嘅一段歷史都講，早期係軍方嘅，因為早期唔管係京劇，冇得講豫劇，一種當初對我哋中國屯屯政府以前過來嘅，其實就大部分都係用我哋啲軍方嘅力量，國防部即係有啲國防部京劇團，國防部嘅京劇團，國防部嘅豫劇團。嗰時慢慢嚟個京劇都喺度開始變成唔同我講嘅，都變成教育部，同我哋豫劇用嘅教育部，後來變成文化部。等於如果用國家嘅力量去培育我哋也要到台灣咧，我哋咧從事中國嘅一啲傳統嘅戲劇團。咁唔同有講到講我哋咧京劇，我哋可能睇用到地下嘅唱腔啦。咁豫劇睇個人都冇嗰冇啲嘛，唔同要講略略嘅無共用，差唔多係略略嘅形容咯。而哋用樂器無共咁樣。樂器吼，我講嘅其實兩種無共用嘅東西吼。樂器，你講京劇啊吼，佢有4大文場，韓國5場4大件。文場就京胡、京二胡、樂琴、三弦。哦，那麼呢，豫劇呢，佢算起來佢就用板胡啦、二胡啦、笙啦、笛啦、韓國琵琶啦，哦啊。那麼佢有貝斯啦，呢樣東西啊，啊個嗩吶啦，因為京劇啊，佢跟樂器啊，吼規範，你講比較嚴謹啦，哦啊，因為豫劇算起來佢算地方戲咩，後擺佢有乜個樂器你冇嚟啊，佢就落到地位去，那從唱功呢片啊，京劇唱家吼，佢使用假嗓，按那位佢講，伊唱念做打咩，佢唱用衝啊，用倆假嗓，啊個豫劇吼，佢就真假嗓混用，真假嗓混用啊，對你個人體工學嚟講啊，其實很大的挑戰啦，因為你一下冇拄好哦，你講個喉嚨個長繭啦，太低就叫按咁危險性都嘅，咁個韓國嚟就講。
豫剧啊吼，佢有选了，佢有一张名称叫做高脖子啊，佢冲了佢上个东歌，东歌家呢，佢冲家呢，佢会填填梆子，古时候你有很多梆子戏，啊佢紧靠佢冲嘅人都填填佢靠佢上啊往冲，也念也腔啊，啊京剧其实冇嘅出靠嘅，只会讲佢喺厨行嘅，因为薯板啊，乜嘅其中有用那种靠嘅东西嚟。好，故是对乐器来讲嘅话，弦曲同椅曲都冇，有的话应该讲有的话係椅曲有用，弦曲都冇用。通常講個笙嘛，嚇同琵琶。笙喺擺京劇咩有用？有用，但是個少啦。佢笙哦，京劇啊吼，佢哋頭擺啊，傳統戲啊，其實用傳統笙。佢哋有36、42簧笙改良哦，全部有講究。我係頭都同我哋團長講嘅，而係要用嘅鹽咪冇咁樣，嚇，伊啲陣鹽加鹽咪混合伊種用鹽，嗰度變成我哋椅劇嘅伊啲佢算是也特色，好多時候係嗰個頭講梆子，好多變成我哋嘅椅劇彈簧嚟都變成個高亢。然後也要節奏個國家，好，因為有邊有梆子嘅一種音調嘛。咁而等作為戲劇本內容咯，譬如講，如果戲劇係特別好講樣嘅譬如講，可能因為也要音調個高，然後也要節奏個強，而係咪專門改好太部分嚟做嗰種戰爭嘅嗰種戲劇。啊，像京劇嘅話，其實因為有時候武打時間可能會不分，但是一般來講，京劇來講，有時候講，因為伊哋嘅衝講嘅關係，嗰時伊哋嘅文言戲嗰度，從一部分也有戲劇嘅本身有差別。其實哦，老實講，佢冇乜嘅差別，因為呢，京劇老豫劇啊，佢全部有文武戲，啊文戲你做題目佢用衝嘅哦，用音嘅就做表啦，做表為主啦，啊。武戲家其實係講打出手啦，乜嘅啦，條嘅哦刀槍把啦，呢啲東西，都講做京劇老豫劇啊，佢嘅基本功全部強用，人會只會講佢嘅語言冇強用嘅。剛好想問一下，因為頭先講京劇喺度對國防部嘛，吼，即係當初國防部有嗰種京劇團，還有豫劇團，後來都變成我哋嘅教育部，而家變成我哋嘅文建部、文建會，後來而家變成文化部。咁一到我哋嘅新生態，嚇唔講係京劇，嚇唔講係豫劇嚟講，我哋新生態，而且個培養嘅方法係強樣嗰種培養方法，還是一開始都冇強樣啊？今日吼，我讀到嘅問題就會講，京劇、豫劇嘅學生嘅入到教育體系底部入去家，其實佢培養嘅機制全部強用。基本功、把子功、彈子功，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全部都伊嘛實都嘅術科教育底部全部強用。冇強用做係語言嘅問題，做人家講嗰種語言冇強用，那麼其實全部強用。因為從我問人問題嚟講，因為京劇我哋當我可能可以下當京劇要我哋講精緻歌戲嚇，精緻歌仔戲。你當初睇變成一個精緻嘅一個歌唱地步，其實一路採用嘅幾大量嘅我哋講京劇嘅嗰種人才，嚇，還有也要文武唱。只是講唱嘅時節用葫蘆巴嚟唱，嚇，還有依個曲調嘛，嚇。嗰時變成我哋京劇我哋客家大戲，我哋講客家大戲嘅復興嘅時節。伊嘛用到一種人才，好當初比如講我哋台灣嘅戲曲學校，伊哋培養嘅人才，當初嘛係用好多先生講嘅，你嗰種京劇嘅嗰種基本嘅嗰種，只是講後來你選課嘅時節，你愛唱嘅時節，你用客家話嚟唱，好你變成講，等於講屯好多先生講嘅。唔管係基本嘅時節，他嘅人都強用，但是你最後慢慢發展，你真係開始學唱腔啦，冇得講學唱嘅方法嘅時節，你都開始可以學嘅，譬如講豫劇、嚇京劇，還有我哋呢客家大戲，冇得歌戲，都變成其他台灣嘅戲劇看向來其實睇文武唱嘅時候，有時作神父，有時嗰度唔唱歌啊，唔好講到你係咪京劇啊？學其他都有嘅情形，咁其他豫劇嘅情形係咪差唔多買啊？算起來講，唔係講人哋客家大戲也好啦，也係京劇也好啦，也係豫劇也好啦，也係講人哋講嘅歌仔戲啦，基本上啊，頭擺因為其實
家传事业，作为你讲师传子授啦，要慢慢来了，一般三要下来，因为背门就讲你俩戏曲教育入到教育体制噶，像今年戏曲学院底背其中有客家戏，有歌子戏，有京剧，俩台湾京剧其中小五入去的，小五小六一般少都没到高中太学安尼。歌子戏老客家戏呢，做国一层入去，因为俩做个豫剧呢，今年其实无学生的咯，头摆是有学生的，今年其实无学生的，无学生的叫做入到个地杯啊，你讲加学校嘅三个剧种其每一个剧种其全部有7家嘅锣鼓点，其锣鼓点是无共用的伊要创家，伊要填定只锣鼓点走，锣鼓点人讲文武场古老要临手嘛，就是带点乐师啊，你讲豫剧都了下来讲，头摆是因为加来台湾家，都越南来到台湾家，因为佢都高用的，所以民国差不多88年以前嘅我哋团上佢還有2班，一隻國二，一隻高二，背門帶到台北去高校，其實今年其實冇學生嘅，今年我就看愛用去解決人嘅事情。嗰陣見下台灣嘅醫劇嘅情形，其實係越來越嚴峻啦，嗰度休息一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台灣醫劇團嘅團長彭奮智彭團長同我哋講一下點解喺台灣醫劇嘅發展。我想問一下彭團長像同都已經講我哋咧醫劇嘅聲音嚟講，我哋下一代啦就從醫劇嘅其實已經越來越少嘅。我想問一下因為同多人同我講我哋台灣醫劇以前係國防部嘛，而家變文化部。咁我哋講台灣醫劇同喺高雄成立，當初我先到喺高雄啦，因為像京劇話其實都喺台北嘛，應該講早期談醫劇嘅人，嘛應該台北嘅嗰度，當初我喺高雄嚟成立咯。按樣講咧，因緣際會咪因為佢倆國共交戰過後，過來嘅人海地係河南人較多，就全部走到越南富國島裡面，佢過來家呢就天天海軍過來嘅。嗰度聽人哋做人嘅咩海軍傳奇嘅咩海軍佢天天過來倆，過來佢就生根發展就都做人。嗰時候佢講，家倆你帶嘅團子頭擺就係海軍陸戰隊幺洞幺營嘅副社嘅房舍，佢底背呢，頭擺佢還有飛馬豫劇隊，還有飛馬綜藝隊，就兩隻，作前佢空軍、陸軍全部咪還有豫劇隊，就背門就54年加呀嘛，就咁樣合併就變成就變成了個飛馬豫劇隊，飛馬豫劇隊就佢就附屬到海軍陸戰隊。嗰時候，厲害豫劇團前身佢就係飛馬豫劇隊過來嘅，轉成過來。彭團長在講嘅時候，我都發現晚些時間嘅幾種歷史完全都真係出來，因為嗰時我哋真係提供，我哋話有3軍，萬啲比賽京劇，3軍或者比賽豫劇，然後哇飛馬豫劇隊，我講哇名詞，真的是歷史名詞，但是我哋真的如果有記得講當初飛馬豫劇隊，雖然我
他唔是嚟创白噶啦吼，但是你感觉到讲哦，今日做个三副嘅嘅东西，但是你提讲其实有啲佢创业文化发通係安尼一种情形。可是同你讲法啊，原來台灣醫劇團嘅前身都係啲飛馬醫劇團嘛吼，咁更加唔知個今年喺團中當初係因為唔知個嘛係學醫劇嘅嚇。我是，所以我是讀行政管理的。本來是因為我88年家下都因為機會問題咩，我就先去到家下嘅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就天天跟鄭榮興鄭校長，天天去順通行做了96年家就調到國光劇團，97年家我有一參沒有來豫劇團，做了差不多7、8年的左右，我冇有轉台北，轉台北家家嘅團長陳兆湖團長佢就派我去接嘅演出課，做阿用開始到戲曲嘅結緣啊，所以就家開始啊。嗰時一開始你用行政嘅方法，一開始你慢慢去接觸到戲劇嘅部分啦，後來你開始你接入嘅戲劇嘅一種我哋講出現嘅一啲事情啦，後來我總係想去接團長咯，因為團長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啊。你做過5年了沒有？你講有一句話講咩呢？寧接一個團或寧接一個軍，不接一個團啦。你團做戲劇表演團啦。因為我講咧，你戲劇表演團佢底部啊，細分啊，佢有演員，有場面，有相關，有技術，還有行政，就5大類。佢底部佢有含生旦淨丑演員部分，生旦淨丑底部佢有含有動作戲項，場面咩文武場，佢講政府佢唔係講拉政府天天哦，佢拉政府佢含咧打個老爸，太早嘅強嘅哦，韓國佢愛修編哦，也係佢出口去創作嘅京劇嘅曲譜哦，因講三弦老樂琴佢就會使用，都慢慢去學個好個，本門演你又去。佢相關地位講，但是相關地位大一箱、2一箱、3一箱、虧箱、7、8箱，農莊韓國嘅字幕，伊馬上全部咩都去出口，唔係掠紅嘅人你接你只要不點。係啊，因為同人講嘅5項地位，那一項係行政，但是每年唔見係啲行政嘅人開始講去管嘢嘅4項，因為4項其實嗰種係傳統，這個本來都係醫劇出身嘅人嚇，唔知唔創嘅時候一定會達到嘅其他東西，嗰種多細細看唔係會啲，但是你對啲行政嘅人來講嘅話，你係咪一開始嘅時間，你等於你每一場戲就看每一場戲排練落去看，然後呢提供。嗰種行政嘅時間，按樣去做一個團長，按樣去天數一點。佢唔是講每場去看，唔係你入到地背去啊！頭擺家我就因為我接科中家地背有同到就我47年次有46個啦，也48年次嘅相關人員因為佢個老演員轉過來你就來請教啦，拜託佢講你戲按樣去看。咁韓國主排啦、導演啦，你要請教佢請教佢佢看戲看啦，唔可以講，因為戲曲戲一件事情，曲又一件事情，曲就場面咧，戲就演員咧，兩隻按樣嘅對方啦，係，對位人，你看到你下嘅曲就場面那個屍骨嘅韓國嘅打大鑼嘅，佢有天天演員，佢身上有個坐標沒有？你看到佢個大鑼天天嘅演員嘅坐標，總按差唔多，我算起來差唔多看我1年lang我上了個地講原來佢按表演的方式做按樣，人因為假是看的是看京劇也轉到來豫劇了，又冇咁樣因為佢嘅音樂又冇咁樣，你又會其實唔過，因為演員的料佢唔會變咩，佢唔會變噶，佢就你就注意個場面嘅音樂就做得咧，太低啦，就按樣
落去了要差不多半年人，才略略有适应讲，了京剧转到豫剧了，哎呀，这个环境。对啊，因为变成可能是戏戏费事，哈，比如讲头初发班先看戏京剧嘛，好，然后给了豫剧嘛，可能半年人嘛，他有略个底，但是可能是戏戏费事，但是你见迄个团装，伊唔单止可能是。可能是戏，因为迄这个本摊嘅情况呢，但是后台嘅管理，那只是一个大问题吧。尤其係伊啲薪水那类啦，伊啲表演啦，伊樣接觸，咁幾多東西唔係咁麻煩。那薪水是還好，因為已經你算政府嘅培育，政府嘅咩哦，嘅薪水做國家來咩？咱會其中，唔個戲劇品質，你按樣去要求。即像我哋我就會變到講。我是唔會看戲天天咯，我入到去劇場哦，我還是會看佢嘅布景道具，韓國燈光我全部我看啦。因為我講啦，你隻演員啦吼上場門出來，你燈光發落有打到嘅嘛。我看啦，嗰時我會入個嘅劇場家哦，我團上哦，我會先看一排看得入到劇場。然後看劇場都會唔看大家吼，唔怎麼地講啊？看作家吼，你做會老導演，哦，要請導演來，哦，還個請個燈光設計來，哦，還個音響控制人員來，哪度有問題，哦，啊，聽講做成再個照一遍，照一擺，我做地講要改過來，又冇改過來，哦，嗰時候我頭腦冇拍槍做樣樣。因為吼，其實更加講唔單止我哋傳統嘅戲劇啦，其實傳統戲劇喺進步嘅過程地步吼，唔但我哋咧我哋講劇場、劇場，而嗰種燈光啦，同嗰種聲音啦，嚇態勢啦，其實同以前表演嘅環境已經完全冇同樣嘅。好像以前我哋可能太快可能都太有安尼情形，然後等咧買太多嘅劇陣，但是更加我哋有時過太場面嘅地方，好嗰種。我哋講座位嗰度地方，如果從我哋咧傳統嘅嗰度都冇用，因為以前細把嘅時候，行到幾片差唔多一道腳步嚇，男女主角能用不，但是變成場面過太時間，能用行到幾片，然後還是可以表現出一啲情形，也係一啲過太挑戰，對我哋咧嗰個傳統嘅戲劇來講嘅話，佢重要部分能用嚟適應咯。你嗰個適應哦，你就會看導演嘅手法啦。哦，因為佢講，你上場門出來沒有？啊。底下邊韓國嗰邊哦，嘅正面哦，差唔多有12米到14米寬啦。啊，你那邊出來用韓國嗰邊伊，嗰時候佢會用坐標嘅方式帶過伊。哦，你帶家佢下擺用黏嘅啦，用衝嘅啦嘛。哦，這樣聽的哦，帶點過。頭擺我記得我很多嘅讀軍校家哦，我談嘅京劇嘅哦，其實頭前哦3期嘅石崗。哦。做行天，佢有冇米碼用冇乜嘅東西。今年唔係啊，你冇米碼試嘅，頭先差唔多4-5排佢攤都攤得到，嗰8枚就是差唔多。嗰時候今年就會用啲數位嘅東西哦，去補充佢嘅不足嘅地方。哦，啊嗰啲因為你用數位嘅度假哦，有回溯啦，又有乜嘅東西，你作為克服啲動作嘅哦，嗰時候嘅音響控制人員啦，韓國燈光嘅人員，我做技術組，我做個作動員，哦，因為一個失錯哦，整出戲就爆湯啦。因為人新嘅技術啦，譬如講燈光啦嚇影響，其實更加你可能有時根本可能唔到底你創賣嘅，好，但是你也要等咧大約唔好，嚇，冇都講等咧聲音數嘅唔好，因為其實我哋更加安尼環境貼到嘅。不過其實有時真係我感覺到啊，你這個可能唔太用你創嘅某東西，但是有時台方嘅表現模糊，一定真係馬上都會反映出來。係啊，觀眾馬上都看得到，係啊，懂清楚。係啊，嗰時變成講傳統嘅戲劇，嚇，變成睇更加嘅一啲環境嘅時節，伊嘛要面臨幾多嘅學生嚟，嚇。我個動作，因為加來加吼，因為我是京劇過來嘅咩，京劇嘅要求吼，動作，嗰時候我就會用個京劇嘅方式吼，帶到啲豫劇嚟，而改編豫劇吼。然後因為客家台戲啦、韓國歌仔戲啦，算起來全部都算到係地方戲曲啦。
哦，那地方戏剧家佢因为佢做老辈嘛，佢嘅要求都较无按高嘛。但是讲京剧，因为佢做宫廷地位，佢做要求要动高，嘿。嗰种我哋讲豫剧团练按多年来啊，你演员他一定可以接受啦。哦，佢讲哦，你嘅要求做嘅去到啲咩？嗰種傳統嘅戲劇體現喺進步嘅地步嘛，停頓嘅一種無窮嘅轉變，安尼咱可以去符合到我哋觀眾嘅一啲期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台灣粵劇團嘅彭團長同我哋講台灣粵劇嘅一啲發展。我想問一下團長吼，像我都知道冇啦，而家都係粵劇係乜嘢嚟看咯？因為我這個嚟講好吧，我上一擺看粵劇嘅時間差唔多20年前吧，特別係有中心堂嘅時間，我第一個看咧。可是我都想講，幾塊時間你問，而家台灣粵劇乜嘢嚟看？按年齡層太有很用咯。今日豫剧吼，所以来年龄层啊，怎样讲呢？今日哈当年啊有颁给戏曲儿童体验营，记住迄小学1年级到6年级，要由根哦，基层要开始培养的哦。咱为呢国中到高中呢，哦，那就有派那个演员啊去到学校搞个社团，古时候我哋下个观众族群啊。青少嘅吼，小學5年級就有入來，老嘅呢都差唔多60人歲，還做得行，70人歲還做得行嘅，哦，嗰時候加個練劇哦，動態哦，動態，不過咧，因為豫劇啊，哦，算起來佢嘅歷史啊，是比京劇較久嘛，唔錯啦，不過你到台灣嘅培養啊，還要有一段嘅時間啊，還要去。上網去打拼伊啊，無合擺唔知怎樣發展嘅，咁樣唔知嘅。因為啊，其實嘛應該喺台灣嘅傳統戲劇，伊哋面臨嘅一啲共同嘅問題啦。因為以前講我哋三台嘛有我哋咧下珠嚇，下珠我哋嘛有京劇嘅一啲傳播嘛。因為其實我哋陸家隔壁，喺啲我哋講屯屯政府過來嘅一啲路邊，下珠嘅時節，如果燙垃圾又冇得看電視，嗰時其實燙到安尼東西，其實會燙一個習慣，但是後幾久以前都已經都冇安尼傳播，變成都同我講嘅，我真係20年前。這是最尾一堂琴，我哋講京劇。佢這唔講到粵劇，其實我哋要接觸嘅個社會。嗰種唔單止係粵劇嚟講，京劇嘛面臨到我哋咧人強一代啊，冇得接觸到安尼傳統嘅戲劇。但是我想我講都講，但是你講好多我哋講嘅，譬如講客家台戲，我哋咧嗰啲歌戲吼，其實係當初嘅地方嘅一啲戲劇。但是我哋要見我哋民法人，你可以對以前吼用我哋咧京劇嘅一種身段啦，吼我哋咧舞上夫啦，嗰時佢變得歸精緻。他同時亦會用一種歸我哋講人強一個接觸嘅方法來去表現。也為戲劇嘅本身嘅內容，譬如我以前以前我哋咧中山堂中正紀念堂嘅時間，有一擺做水漫金山寺，伊都真正拿槍嘅消防隊來灑水啊，好，然後伊最近做一個新戲，伊嘛係希望講，可以用一種高接近高境界嘅而家人強人對於劇場嘅嗰種接觸嘅程度，用人強人來，嗰一部分即係很容易看一部分咯。你啊，我看啊，看你嘅堅持喺做哪啦，因為我哋啊算起來，台灣粵劇團是算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嘅派駐單位嘅。既然講嘅國立傳統藝術底部有傳統兩隻師都嘅哦，我做一動堅持講傳統嘅東西很用嘅，唔做嘅，因為唔嘅傳統嘅基本功唔係冇基礎打好勢來哦，唔到那樣唔做用嘅表演哦。你就講唔嘅話劇啦，唔嘅舞台劇啦，因為唔嘅程式化嘅東西哦，全部唔見得咧，唔見得家哦，當危險。如果你講，你做舞台表演，手眼身法不了無法哦，眼未到，手已到，
古说伫地杯舞台上哦，佢当多按危险性嘅东西，佢會發生。哦，你基本講，你係講你係無落去練好勢來吼，你做按用以後，做我個人感覺啦，我是無嘛個做得接受按用嘅倆個現狀。不過，你了迄上個你山西啦，嘛個了所有東西度假，佢看天師啦，看天陽啦，佢較多看你傳統戲曲，傳統戲曲一樣。古說，你近倆個傳統戲曲嘅地位，將來你都可以結合時事，你個傳統，你個戲曲表演家吼，你應用的做都 OK 冇問題。不過你個傳統戲曲嘅程式固定要有的東西，一定要在舞台上給我呈現出來，翻滾跌撲，該怎麼走怎麼走。哦，人為你應用的去表演啦，一般人啊，倆後生嘅。佢做得接觸嘅範圍地位啊，做嗰種咧多媒體嘅哦，韓國燈光音響哦，佢咧應用去融合，然後佢哋後生嘅講，佢願意走進劇場哦，佢說上當多方法哦，就分哋後生嘅去接觸。你意思係咪講對於以劇無你講安尼京劇吼，一種已經流傳研究嘅一種傳統嘅戲劇來講嘅話，團長嘅堅持你講，我可以用更加最現代嘅東西，譬如講燈光啦，吼，你劇場嘅一種態勢啦，吼，無你劇場嘅表演嘅方法啦，無你我哋影響，但是有個傳統戲劇地位最重要嘅東西，你這個唔可以表述。我唔會表，我當堅持，舞台上應用嘅做，唔做應用嘅做。因為你也戲劇也好幾可能千年來，而留下來伊個最我哋講最強最精髓嘅東西係點樣？係啊。嗰種等於講，各種唔係表現嚟，只是因為講我哋希望講人強人入來，但是我把我哋最重要嘅東西表現嚟，其實入來看，你看到伊個講豫劇的現代劇，做會啱用啊！哦，你講現代劇用嘅就冇乜嘅豫劇團。變做現代劇，就冇乜該做得接受啦，好嘅東西用，因為唔講你年紀大啦，也嘛該講老古板啦，因為喺傳統戲曲，你就會有一定嘅氛圍，去表現出來，咁你讓觀眾提供哦，你係做嘅傳統戲曲，佢應該有嘅東西，哦，舞台上記住以外。就變成講唔會講因為講我哋愛去講愛去想人強入來，可是我哋把傳統嘅東西打開嚟，好，就變得歸講啦，哈，歸好看啦咁樣嘅東西，但是傳統嘅東西都冇。但是因為看，我哋一啲戲，好，總話會用一條歌位，好，安尼唱，好，用安尼講安尼文武場，其實可能可能講好幾百年來。傳統都按嚟做，好傳統其實傳統一好幾百年來，有多人嚟看過，所以有可能有啲些首長，佢都其實留下來嘅東西係過去充滿人嘅經驗地位最好嘅一個組合。佢就變成講唔知個應該係講，我帶領我哋啲人強人，我哋後生人去接觸到講哦，傳統戲劇地位最強嘅部分。我唔做，我嘅堅持哦，就會講哦，就點樣做，我嘅後生嘅哦，近倆，因為我呢，戲劇學院近倆哦，佢嘅培育的過程哦，佢會符合教育部的課程配當。嗰時候近倆佢術科哦，減退人哋，學科就多出來，你學科多出來，佢嘅術科哦，佢嘅素質啊，就唔會講像跳牌咁樣。從冇像一般安人。嗰時候啊，因為佢更特殊咩？你嘅劇目啊，你是個劇目就變少嘅，你變少了，你到你職業劇團來啊，你啊作題啦，佢精神佢就完全做冇題咧。嗰種我會堅持住講，你後生入來，頭班我做，你要做你要做，你做唔得講啊，你基本功不夠，或者是你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干我的事，因為你是職業演員，你必須要有職業道德，職業規範應該有的。你就照那個東西走，你就唔會留啲傳統嘅東西哦，做唔驚睇起。咁而家我哋喺台灣豫劇團地位啊，平均嘅年齡差唔多幾多歲啊？今年算起來吼，親後生嘅也19歲啦。哦，你講正式演員哦，今年親老嘅
小爱1歲都掠咗62歲了，也按我平均起來哦，你無來電下咧，差唔多32到35左右啊。咁話所以你個人強嘅嘅嗰種組合嘅呢？因為掠2-3年有後生嘅入來，因為我頭班後生嘅後生嘅冇入來加，哇，算入來見掠佢差唔多平均年齡咯，差唔多到50歲以上。嗰時慢慢係要新嘅人強人去後生嘅去加入啦，嗬。咁中等嚟講嘅話，中等台灣粵劇團嘅話，唔係要固定講一年愛表演一道場，無得講一年愛公布到一道嘅新嘅戲劇。你唔講一年愛演幾多吼，也其實冇嚴格性的規範。不過，你粵劇團嘅標準啊，所以講去年幾多，今年愛比去年較多。咁人哋夾下嘢翻啦，唔可以一年一來一倒呢。唔係算講嘅話，太戲啊，因為經費做樣嘅咩，唔做冇法度增加咩。但是唔講校園推廣啦，乜嘅，因為我家人講嘅原因做嘅，因為唔後生嘅入來，我喺本地舞台，你舞台唔做起到好高，哦，你殺出去家哦，佢舞台經驗過了。去到大舞台，其實唔會強，我其實會去到大舞台。這是要練習啦，吼，這場面是必練習，係嘛？伊睇場面嘅時間，伊能唔會緊張？咁但係今年咯，今年有乜個新嘅戲劇？哦，今年做年初家要到台北戲劇中心有那個新對話腔、韓國香囊記，也是音樂家。哦，啊到5月，哦。就因為去用到台北戲劇中心有啲持續增飛，你個編劇組係你戲劇太多，曾榮義曾老師寫嘅劇本，啊，那麼6月啊，就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沒有演出啦。咁將人哋票翻嚟買啊？票今日我等是委託嘅兩廳院售票系統，哦，冇那麼你。辦公室沒有個售票人員誒。呀，嗰時跟我講，真是我哋今日可能今日節目，繼續上愛看我哋台灣嘅粵劇嘅話，其實都有一兩個機會，攞他個人家嘅去買票，去看我哋台灣嘅粵劇。戲劇嘅一本單子，唔單止係一個戲劇。其實戲劇地位包含嘅都係我哋文化地位最強、音樂最好嘅地方，全部喺伊個戲劇地位展現。嗰時唔單止係我哋嘅歌戲，無論我哋嘅京戲，還是我哋粵劇，其實都係台灣最重要嘅、最愛去保障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傳統嘅戲劇。我哋今日來最感謝我哋團長來到現場，同我哋講我哋台灣戲劇嘅故事。感謝主持人，還有你福建來嘅觀眾朋友，哦。走進劇場就是對傳統戲劇最大的支持，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嚟先下來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唔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好，來通下來暖身，來讓瀑布愛哦，同身體來暖身暖起來哦。前面行，戀愛。同嘅樹長黑空來。後籠再打開，鬆下來，再鬆一腳，
边條。打送嘅冷鋪哦，夾嘅嚟，我睇看，喺前面撈，行一腳。7條不重要哦，一定要把它暖起來哦，那我們疏鬆哦，溫片。再一次溫片。腳紅了，點。溫片。腳紅了，點。好，交叉。用起抓殘用嘅。嚟學中作嘅哦，準備好嚟呵。năng điểm năng đi phun điểm suy khí thân luôn欣賞通下做哦。學會然後也步伐可簡單哦。試看你先，夾嘅嚟，停鬆嚟。加甩手哦，兩隻手。加油哦！好不然哈，冷不不愛，還記得數伸出來哦，再擺哦，踩點哦，準備開始來。加鬆甩手，兩隻手不愛，挺鬆哦。再留後高腳，腳放來，顧下去，腳放來。鬆唔嘅腳數，夾過來，交叉，數交叉。後高，交叉，再擺啊，高手高腳，交叉。
好，鼓來能鋪，再來哦，我們來貼上個動作嘅哦。能一樣哦，踩點步，啊，更加夾爽嘅數題啊，總體哦，像全景樣嘅有數哦。叫數，叫數，同個數數紅來，好，四個叫數1、2、3、4，正拳4個。騰輪線上同下做，睇唔到唔怕，慢慢嚟騰咯。勾拳，正拳，學會冇？啊，那移動嘅哦，1、2、3、4，1、2、3、4。跳四個，打四個，跳四個，1、2、3、4，跳四個，哈哈哈哈！啊，過來中間讓步，啊，動作學會冇？嘻嘻。跳起，放落一向嘅心臟。呀，那從頭開始哦。還記得踢嘅動作嗎？讓步甩手。你身體也好來哈。開始踢嘢哦，正體開始，咱們欣賞鋪下走，兩隻手。後勾腳，交叉手，再來go。踩點來，踩點，正拳，勾拳，正拳，留拳，你的動作有力的哦。好，準備移動空間的哦，來，1、2、3，喊出來，哈，哈，哈，四個不愛，1、3、4。過來，嘻嘻，跳起，那個低壓腿，你跟跳輕量哦。彎片。
赶紧尽量靠近你的地板。好，慢慢的放出来，丢掉。記得背落去打出來喲。來 Kiki， Kiki。今天的動作好唔好嘛？好唔好哈？好好運動，俺能下次，那來了。